这个叫么就吧？他去年叫人，反正多少万的吧，我去都没。啊，我去都没。那俺讲马兰的吧？我。啊你，怎么吧？输了的话，我先小玩一把吧，每人5句话。好。弄了呀，马达了，他的呀，我可真的弄了呀，马达。最近那是弄了我的。弄了就马达，但弄了马达就是靠近钱不是吧？欢迎我上2个。两个就公布几声个都人当着的就是的，当然就欢迎我上2个。那就来开始。老呀来对不吧 ？OK， 你们的5分钟来吧。还不呀没啦，那倒是呢，还不差不多，就他们就。哥，可以帮我一点吗，哥？真的，拜托你了，哥。咱们现在帮我一把，可以吗？咱们谢谢你们，有票的帮忙。好久不见，哥。人气没有，实力没有的哥，最近。现在加成加吗？加成你加吗？哎，我点赞给吧，票没得给嘛，点赞你们就给吧，我就在就不干我就在那边去报名工作呀去，点赞给不着钱，点赞票也没点赞的也没有给不着钱，你关注的人给他申请取消没讲我差不多10点50我就下了，我来的，我在这点都懂，저도 리투라 겹지도 뉘앙 거 프렌드 나는 시 프렌드 정거 아니 들어오는 바 짝대 바뀌어 무슨 상마 아자 내래 쭉 내래 상반 지부도 거 저 다체단데 좀 내려 아자도 우주 집에 침을 줄라 미 갑자기 같이 시도 치우리 니매고 쇼래제 광무랑 수 쇼게 왔는데 거 뭐라 안 라치니 돈 라파全제 쇼겨 다과 뭐라 간데 현주제 베데 위나 겹신 겨름 동지도是的，或者没记住小星星我也去，上班这里就阿家的就是那的嘛的，就是毕竟办公室那地点是吧？挺嘛的，就是我就挖鸡蛋的就打车蛋的就做，阿家穷的人家姐姐咱们就做怕，阿家穷的地气求的咱们就做怕受给求的我，人家你们光苦主别的。这你们差不多多啊，别的，现在车子出，别的，搞不来给我打，你像公出路这方面那点没就我，你们公那点，公们那点人见面多啊，这不嘛的，咱们大家群众怕吃肉去，当然也不的，那就，不，没什么平均的吧，平均负担不你多啊，咱们没让修给，咱们没让修给的，丢让修的，大把没这个让修给的，俺给我嘛，那就参加去那给我嘛。然后有random女姐，或者明年小星星给我结果呀，挑战成功工作，这都人难着的就公外机来了吧，或者多啊，人难要多啊，你阿吉隆来路下看没，他路个路下来不吧，下场没，我兄弟们。我秘密最细密阿多人，来中这送的阿梅布斯。挺帅噻，嘴巴大小。跟有没有关？这个是当的了吧？现在都是的兄弟，但是他前都先生的唱不来，可是他从就是都不知道这个样儿，梦做你讲的他的兄弟的，可是当的那应该叫股东比他别的，等你抓嘛是另个两边的，就这么不？所以没大没这嘛的，然后你们都对他好的，那就。可是人家没小，股东比他等人抓嘛的，当个讲的我那讲的就，所以没大没正嘛的，
就这样的。聪王哥哥，好久不见，聪王哥哥。那句，看钱不多钱不漏啊，妈的。喂，菲菲。哦。人数几多张？就得票主动的下了。那个大的苦个呀，俺这入境嘛的。你啥子？俺拉票，前面俺拉票7点几了嘛，这个钱，去年俺丢年俺拉票嘛有了，但俺就是俺。可以，但是我说那个当的惩罚的，让破败的话，啥子还那就他们许多几。就他们也登记真心话了，差不多给俺不说。俺真心话真没。啥子俺书面，俺真心话真没。你是哪里的？啥？然后嘛，真年爬头。说嘛，你知道我是哪里的？我在灵芝哥哥，我在灵芝，我这几天去转那个转。阿基了吗？那就真心话了，不是吧？没有，还是他们狂真心话，俺这来。还骂过咱俩出嘛真年爬头。俺真心话没信，你啥子还能俺去重开一下？但你们俩也没票呀，票女人来真心话只能这不得的。但是你那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呀。咱拿不起的噻。那俺说不得有惩罚嘛？是我们几个登记提前看嘛俺的见，看住嘛，拿回去。人家登记提前看嘛俺拍住。俺要独立俺这样的，大的苦给小楼啥子，去你个路。来好。我那样嘛的呀，我要不回答没得得罪呀3年的，真心话干的是真心话呀3年的，要不回答就回答。那种。但是有点冷。路的66股，记录鸡蛋厂写过的，假不说没了当俺这里这些话真的，都差不多，是吧？而且不知道吧？现在也是现在，俺去北京当就省当就没了。要他开始呢？要多人拿着的觉得他给不了，反正什么的了，当时这个。现在家头，现在收饭，家人们现在收饭。现在也别丢了一点，过去我。叫那么多，里面吃的进去些，说俺路上的交通不那个，现在那个哪里不些？现在收饭，但是他们还说那个中了噻，这就是价格点名的。就现在上一个变成2个，聪王哥哥能不能帮个忙？还有我上2个，拜托了。可特是那个啥呀哪里的？我说俺特不叫俺特不他去做俺1,000euros吧？你出我1,000个的那不好打工怎么就难吃？我是没皮，是领导太松的，我嫌没皮死。我说大哥的把啥子还来的，能不然多就给不了。可以吗哥？大哥你是来给就没人见面呢，叫你没在俺路上，公我去人见更多啊。大哥叫花的要我昨天说上呢。说人家姐姐，你说个你大哥说绕不见人家这多难个，大哥把人家姐绿个就不上来解决了不？没什么拼对了吧？哥帮一下他有俺家的人俺路上俺去呢，俺绕过去吃了去呢，俺家都弄但是俺家弄年了就不了。上2个在吗？上2个。大哥的这个人。拜托你了，老大。Thank you 兄弟送的米线。哥，我上2个还在的，哥帮个忙嘛，哥求你了，哥。现在需要一个墨镜，求你了，得了个面工作多年了，你家庭的过路去他过去，我也去，有的过路去没不得工作，俺特准的吧，电站的怕西门西的怕给不着钱，我也去，帮帮他，可惜给不到俺家庭的过数，谢谢人生的路兄弟，谢谢玉罗，兄弟，谢谢你们所有人，家庭过工作菜的阿苦，菜的老家，我也叫工作，把这也生他。俺这领着给早上给我把这一声我也去什么个挣钱的都挣钱啊！我也去工作，我也去俺他们的地方，没俺喊不现在没，俺那身边的住的地方。估计大家的，真心话俺在这样的，俺身边就工作，俺现在就没，反正就俺就天干了，养不能吃，米里头不能接，然后俺对那边的俺不碰，俺最的把皮率碰的，你连着没吧？已经就天干连的这给差不多，俺特别么多大，俺身边就能吃吧，谢谢。张哥哥，等一下啊。现在加成
谢谢。哎呀，我妹妹来了吗？谢谢我单身妹妹。来，现在加成菲菲的，我当时也给的。我的家长干了有点要死。我也去工作，也不多，我也去工作。那就，我压不丢的那对面的里不拉呀，没有货。我们都打单的啦，引进不给俺出丢过来，你干人嘛的参加上呢？娘吧。我兄弟，我也叫谢谢玉罗兄弟，就是也不得给，哎呀，都是男做的嘛，做的通多工作，都是挣钱不得，俺就不做，什么干那几人的，就弄人的，他顶上呀，俺那个人当然做个。就找个工作嘛，就真这个工作，我也就啊，我他们地吧，他们谁没打工作，俺穷教了，都教了，都里面吃的就休息，啥呀都俺们那教东也没休息，我们别没我，就懂不？他们的地吧工作，谢谢，俺的票上的，兄弟组织咱单亲妈妈的人，恁人家就关注给了去，俺朋友面下老穷的人，叫了求红包，老瓜什么恁叫关注没给了去，啊这样的人关注给了去，给情况的嘛。慢别。可是慢别红的，最后1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，谢谢1杯的清茶。我也叫可做连俺都去钱没了，俺的票上俺特别给交都做了，跟人钱了，俺关注给不给俺家的人能给多少钱？老穷就打里不打的就这关注没给我有了。我可能也下播去冲开几顶都马几笔。可是俺他妈的。가을에 강아가 애기 턱 됐디. 해봐. 당연히 이거라.你哪里是？你8月8加不下一遍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哥哥来，剩2个来的话，菲菲那特别没继续。那对，我相信，毕竟俺都大呀，没吧？俺都大呀，那年俺都大年嘛大年，俺就哥哥老个生个，那有着我就觉得这咱们的那名号现在赢家是我，现在赢家是我，你可以闭嘴吗？而且那么样嘛，用那闭嘴强嘛，惩罚是那啥是你们都做过的，但那个我们2个还没有惩罚开始，知道吗？啊。打卡住嘛，阿西他们来打卡住，但那俺票要我看卡住嘛，俺就哥哥没别大巴的西过来，反正每一次来都会给我上1万票，或者给我上2个飞机，知道吗？可是没别，咱们的现在3档嘛，俺就打个也不定的人，给咱们的你有叫不觉得的名的？那不说话是连的人，你看个对呀你。啊么，这么大菲菲，你玩得起吗？先韩国嘛，毕竟啥子那女生。俺先没对别个俺木头去面然说。洗个垃圾了我是赢家，他这样做的。俺宁可把真心话。真心话吃拉面都的哩，咱们家东的哩。俺真心话接着没，俺的大哥做得没行，俺吃没呀，来啥子那就来。咱哪我上的行动哎。咱哪我什么这么但是我不想来，带羞羞的。而且他们来做5个深蹲就行了。你来的嘛？现在直播间的那假的。呀的，陪大家点个面单。我说我10点50。正我要下播了，谢谢你们啊！俺大西跟那们真的那俺去哪？大西没读，你俺当你讲的你们都看哪咋读？哦，对嘛，咱10点54分了，点俺的娘子。大哥做啥呀？他讲的现在呢？我对别个看木做，我他们学。我学了这边做过。真的，开玩笑的，我的惩罚还是那个大腿裤给下，引进民间，你这句话就他们。那这直播那可能是电厂给面前面都别洗多没？来，阿吉了么？大哥们都可能是能帮忙的，帮忙了啊！说咱们帮忙的可以帮个忙吗？可能是带动我你们大哥们都说。别毛的，但是我刚刚前面有票的点。现在有没有墨镜？妹妹下我妹妹，谢谢我妹妹再送出来的墨镜。欢迎我雪一哥，能不能帮个忙？雪一哥，求你了，老大。我哥哥自称雪一老大。刚刚别订阅破牌节目，很累哦，都是下。那这破牌几天？欢迎我文物哥，他拍啥的呢？
备注的认识不见，学一个。公会计生我的朋友发誓，讲，啥都不懂。是我妹妹再送出来的墨镜。别吃啥了。谢谢人生的路兄弟的破费结束那句。多欧咋的？家成忙了这一顿那句。现在需要2个墨镜的小大家了吗？别傻死。如果这需要一个墨镜，有没有？俺的家成谢谢人生的路兄弟，谢谢玉罗谢谢酒，我也去的。谢谢所有人啊！个真切家成告诉你，俺人没得家成上路人没得，他顾着我压个了，听着那几句。顶真了，那谢谢兄弟们，家成马上过来，谢谢叫他们你们吃点中去噻，都也没那叫东也没不学嘛，对没？都是别人几点个没得就吐不学习，碰到生那句。俺搞不起的就长嘛，你们那个出重的就那这，出动的就那这吐不学习。俺这个lập的就长嘛，7大路的就那这，路的就那这，那句。谢谢所有人，我也求点赞，给不叫工作我也求，谢谢玉罗，谢谢人多，菜的看着啊，大菜的老家我也求个真切的，我也求个真切，点赞给点赞，我说有那上面点赞给我就我也求菜的。俺说杨特是吧？他妈刚去天当啊，特别深圳啊你。当我丢回来。别傻死，他家成也没过。别傻死，现在家成有没有帮忙的嘛？不然的话，菲菲给死家了嘛？别傻死，他对呢。谢谢啊，王吉米老个人去工作，先别的给故事带着，不别可能做，想不了欢迎。啊妈的，别傻死，他也能抢我们去。单程我都要。跑车。韩北我的呀，什么时候都跑车路都工作交通。都是拿着的，拿着该学的学渣的女的还我的女的，那么我跑车路多。你先报。你们打不过菲菲老大噻，俺来背欧阳那个了。嘘，听不得老师把见着吧的。俺那边老不的，俺兄弟都是那么个的，说那边叫我们起来的把我们那句。人在做天在看个俺跑车进来去老大，估计俺跑车进来去对的老大。我是可多头子老大，估计求求你了老大。叫人在做天在看，我人在做天在看，哥哥在。谢谢我老大的跑车呀！怎么了？这个就是我，没办法，俺就给写到蓝色有了，我送你给，真的。别给。那么我家人不要让他赢，最后求求你们了。拜托了。拉布布。啊，哥哥，阿妈哥，快生日哥，快！阿妈哥，老大求你了，老大，我也不去修，也不去找我丢了的老大，快老大，最后10几秒了，老大。用俺看男女的上过嘛？阿妈，快！对的，这没啥的，姑妈的给不多，呸！我把这没谈啊，下不去了，真的是。谢谢我老大的跑车。都是男的嘛，都是同。对，经常看裙子点的对啦，可带好嘛的，不好意思啊。裙子啥嘛的，俺最近秒啥？俺最近没有买的，俺最近裙子的小哥哥。俺裙子给他，你给没都让大腿裤着休息下，没休息下。谢谢哥哥送出来的2个跑车。俺的个人的俺就是明显的，我的这个俺都不比较300倍。他菲菲你我们来记得的。我的妈那个裤子我的嘛，俺还我没的。那些对的俺通知警察我的嘛，我起码这个旁边那个我婆婆说不见你就弄都不许我噻，对吧？那这就懒的。俺还叫你的呢。菲菲老太太牙齿吃力有的是呢。爸，这他们做什么惩罚呀？
但上后面我说到做到，我10点50马上到，我就下播。下播几可多下播几些。我姐，你俺工作吹牛那是路，我吹牛路那是可多下播就跟俺的惩罚记得。你还得顾及到俺下播就吃。但这不做嘢，而且那么支持女家，他公布这些单呢，没下见呢，都人当着的就那这下，你而且那么以前给这我把那是录下工作，你而且那么支持来开罗下不去，你们这样嘛，俺乌土呢，都是把对的嘛，然后乌土个就你们这俺弄嘛，然后留起不带你个都，所以就是，嘛，然后引起民间支持开罗下兄弟们，俺来中这么今年嘛，然后都得对着来中这开罗钱我这，来嘛的。对吧？毕竟我做家啦这啦罗乱家有你คนได้ถึงที่มันเนี่ยได้ถึงด้วย我菲菲们，给你不多3种呗，给你不你不。多啥种的多？欢迎我人在大下播几面的菲菲。等都叫来，等都叫来，真的。俺下播几面我开玩笑的。那就那个阿吉拉姆，我看我怎么赢不了你呀？惩罚总嘛被你不得别定你。咱们我听不懂，你咋拍了就行的？那嘛的菲菲，等那这东过几面呢？我没啊，阿达写产品哦，阿达彩龙票上叫面你面写产品。大西西那个欢迎学习男孩。那个他对面公布机那帮人那个当年也报了，我就不记不得把那个大的就，才俺。叫面你面票打上上去，那个人把牛背没？你让俺过去大家呢，你过没学别的，给别人叫他绕过来，记得没啦？过去，给人俺面对的过去叫我，所以说叫那边里面推进。谢谢。那么就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喽。或者俺两个人，或者我就并做错，让俺会人家家的，没那个钱的人家要俺还不会。喂 ，Lucky。这是拉 King 生出来，你 King， 是拉 King 啥的呗？啊，你干着你啥？干着你的 Kiki 啥？喊你了的。喊你 baby 嘛，喊你 baby。现在来这就不是我不是在那俺写吧。我们一般那边的也是往那去了嘛，票就妈没年不，PK 这就修个的票，年不是加了那没，还就真的，俺那边有咱们PK 了对，他们跟我走一个报这个有没有？万一没有下辈子哥哥能不能帮个忙哥？欢迎我那一帅哥。等级送去干的通了嘛的，通到那啥，墨镜那个的。欢迎我那一帅哥，还有我们家的人在做天在看，能不能帮一把？菲菲的敲的很那几个的。晚上好，美女，非开军中拉面，那么多辣椒呢？好了，别等俺这咱们先买了，对吧？信息就给了，好忙了。结果才结果的。你去干两位大哥。欢迎我哥哥。谢谢。你加上过去的我也叫啊。哥哥，你还都还没叫过人家。关注了啊！欢迎我老大。老大嘛，我是都肯定那我们都是那去叫。俺说你们都过得大，俺说最喜欢这，俺说是不是嘛？你就结束了，非得俺不给把它扎出这些，你不知道，能没的。没给过俺们就那这些，俺兄弟都是来看，没给过点不着啊，就直播间那就没家人不着，对面都叫都是学个这天天给，没给过俺们都给兄弟们赶紧去过来啊，买票给我都过去过，这啥了嘛？多啊你，没什么干的劝一下，我说你们都我说这特别，我说这带去单，我说对吧你？其中多刚做那么给俺。你给我多难去，跑车做的上，能不出做上？才干啥呢？跟着嘛的你，你是能过呢？这个人没呢？你两个做经济间，我做你的没给不接，没选别的给不不做做过来去，我在给不做我接不接？我做直播间那里那人，他们给多，我做什么那个带你做吧，什么那年做的怕你就大脚的，叫他们这个车的，每个对他们这个不行啊，啥我没不着我做。
那边多，谢谢玉罗。哈哈，八一中学附近碰到你了是吧？碰到就碰到了呗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啊？不说，我呢，碰到就碰到了呗。啊，就给我了多，说说俺就这边啊，说说俺可大事就呗。这出门就在这，啷个嘛，啷个个中国民呢？来嘛来呢？这出门就在这那么样啊，根本就忘啊。干哪么干了嘛？你看干嘛中国人呢？啊。碰到现在机会这样见面吧，保修现在起码要啊，都大的就都是那批的，都觉得什么呢？现在保修现在没见啊，俺就是明的你就是给家人的人家都没现在俺没得人这嘛的，毕竟俺就没生来兄弟这个了吧，俺就把那个电脑了水，俺就今天买电学去了吧，所以俺就这个的。你这个没现在俺群主了对，他们都是收来钱啊，都拿群主。他给了外面俺学是好噻。他们都工作，但你训当然下不去，拉给你们都睡了吧？谢谢你们，真的破费了，教了们，你们吃的东西，哦妈的，别面红，谢谢教了不？你这不打的长吗？但没事拿了。既不忙是东岩牛是，俺才说他们就你拿这么久没学校嘛？你别迷糊，当然特不是啊，妈哎，吃我叫我都上讲啊，他不当你不行啊，特不是那这就这些个啊，他懂的。天天当不真心话了，不把分。那个嘛，他打的哭的这些话就他们那个，这。有嘛有贴着面的，你们要说到说少，假不说。俺这面的票洗的打的哭嘛，俺这嘛有嘛票洗的就会难呢。你看，咱们就那点洗的没点我们呢。你点点洗就有呗，那你想一想。没嘛那还讲嘛的吧你？他记得记得，哎呀，你这么讲，你就是标准就没记得你。俺打的哭过一面，俺这是还没的，就是我们今天没这么深的，这样的话没上面对不对？我们做好的呀，不能骗人呀。他这个根本弄这个学不来的，路边的你人家那人面的，你公婆去打的哭出现啊，那打的哭。他们我练不出去，练不到干不一门通嘛的，从那出来点的吧，走，给。我迷茫的就那什大音啊！你干嘛的啊？你就什么什大音？你这几个包的没？医药费上是定给跟着。俺这没没，可是现在没俺的。我刚刚说了打不赢，我已经打赢了2次，然后这个输的话很正常吧？这个招望对了，真的。那你有本事去菲菲那边上个1万票呀？定给强定。1万到2万给面，俺他们这吧，还不得这面空做我，毕竟一个大。这我是拿两个给进来这些。这些我就他们当不说他们那真心话，俺只来结果我。但是我你打的他们进他们那俺真心话，俺这个这呗。有嘛的俺打的苦给，你这边打的苦给，俺真心话强，你打的苦给，加个事情，打的苦给我，打的苦给，打的苦给。你昨天来我妈装的，我去，喂，用电话是来讲的。昨天来你昨天来我茶馆了，本来给你打个招呼，后面不敢了是好的，没事美女。第3桌嘛，他股东节知道。阿西拉怎么样？怎么办？其实我记得俺这有迷茫的我妈表弟妹。80，这样的话不好啊。真的。没那样的多啊，或者一会儿这情意思，就些多好，没事。菲菲好那个呀，真的是这样。不是好那个呀，你这没那么大，然后也不主张这，但是。芬迪美女，我给你关注了，芬迪，我给你关注了。我给你关注了。刚刚陈华给他做过来。啊。我做什么？我做惩罚。你直播间的做什么呀？的我也不知道。你看直播间没做唱机器人是，然后那么赢嘛这工作。也他妈是的，先嘛是的。说什么？你看直播间那不兄弟们机器人来了吧？关注给不是生活给不先嘛这机器人来。我没有说关注，不好意思啊。确实你人气比我高，但是我粉丝早就比你多了。多了有什么用嘛啊？这么大，菲菲玩得起吗我的？啊你菲菲啊，那他，这样弄了你们，
俺明白你们，俺打可乐过来呢，我们都真漂亮啊你。不是，我怎么了？我对不起的，我输了，对我输了，说吧，来吧，宝贝，我输了。来下播重新开播，要的举起来，快点，玩得起吗？你这么鸡蛋呀？手机卡的那么深。玩得起吗？大肥肥玩得起吗？刚刚俺做惩罚嘛，就是俺做直播间那嘎嘴了，鬼群做没得做啊？玩得起吗？玩得起，然后啊，哎，马上，呀，马上，呀，问你五真心话，野马在哪嘟呢？啊，第一把我就问你五真心话，我10个真心话吧。好，可以来。那个钱当我那是过，赶紧过。你钱就当我那真心话等几个了？要当我的面呢？嘞，我们在那呢，读了给那东当呢，手机连什么带不接呢？可打过来呢。真心话，我连从哪面呢？我你多不多啊？那句。哼，老别妈的，我就没当给那么久我都点没有啊，这么多啊。คนลูกตัวขับชิมตัวตัวกงไปจริงอันลูกนี่สินั่นจนูมาร้านตาร้านที่ชิคาชินนั่นจะกังกูจ้าชิคุสิมดูจะขัดตัวยาร้านจีเกี่ยว来放大，呀，起来没用，尊重没有吗？啊，没有要起来嘛的，然后俺把口留了面呢。咦，在就这么菜场个嘛，一车中那个没有给就不是看人。要我做点的到位啊，要我点的盘着的。但这张脸不面对那就打地裤上脸虚下，俺给起去的。裙子这件，刚才冲锋衣这件，跟那么多的味叫什么？那没他这个在吃什么东西？第一个真心话啊，第一个真心话啊，好，就是第一开始越白没白呀，过了吧，差不小个钱没，저런 분来给过，저런 분来给过，啊。저런 분来给没有，真的。第二个，你第一开始你肉都给什么拿了，他不买去啊。我请你这个样。第三个，请你做的你干这几个月呢？请你说的干这几个，对，让干这几把我都是个。我做的数过的全都干这些，我做的做当过的全都干这些，真当我结果嘛？我就买年的这个多啊。你也干这几个的？但洗着说是干。哦，你也干这几个喽？啊，年纪干这几个来，等干这就是干这几回的就几件。就不嘛的，给嘛学没？哪里不打呀？干嘛对不对？干嘛有？人差不些那些嘛用，我就搞不进嘛的。然后你们点用过的，昨天那个刚特别嘛的呀，我都学干这几个。今天用不的，跟我才好的也学的。然后但是你是你继续来面做来学干这几个，几多个？我90多。呀，第五个那不都说的点？第六个大。第五个等于4个来的，5个来的，我最大概给不了我。那不都说？第五个嘛就是个大飞飞。啊，有嘛的第5个，那不都说的点多个？那不学习那么简单学不的。我主播前面能些家里家外干面，第6个啊。我这不说是什么事情的做起我这。就去原能鸡吧，让他看这个吧，就是就去用这让求生说，会吗？啥意思啊？就说是他信不信了，对对。这看几下子？就这个让人，就你看过进来9些件，说是他信不信了，这没那个明年说集中安排。不可能的事情。有地方小看不进来，猪个进来，门前不就那钱了的，有地方小我。这个不可能，这个真的不可能。他妈差不些多少什么不可能？就你们都没信，俺站不在那面我那边。呀，然后闹几你这边看不进了，脚进来，然后结果得主心气，掉了不几个嘞？我差不些垃圾。这你在问你自己真心话吗？但你不呗？
来第八个，第八个，第7个嘞，哎呦，第7个，我这垃圾金牛呗，我老爸差不写上，我那真的没得垃圾，然后说不切不得这垃圾金牛哎，买金牛买都金牛买，金牛一个金牛也不来，金牛买个买不来，哪可能做？然后说不扔不得这垃圾金牛哎，哦，金马牛，我靠，啊啥？浪漫是开门多啊呢？最多的看，最多也就是没俺里不打，然后都打，俺最多等个的没。我都来第9个，第8个嘞，然后对别个讲第9个来说，别别我那第9个来说，我说第8个了吧？啊，没得裤子这然后哪个下去那起码俺不的吧？俺自己打，你自己打给过的公布就有了的哦，么呢？第8个他看女，第8个男生那说啊，第8个，我12丢没了，第8个啊，第9个啊的，第8个看女的不起，他们都在扣9的，我的直播间里。我都考究竟的，我都没记上还没看中了。第8个就是那么就你们刚才了叔叔的主角，你们刚才了，听不得的主角。你们这出点啊？第9个啊，说那么就这就是从那西门西来就了，搞不的忙不的还在搞不的，没有，搞不没呗。没。啊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让叔叔呢，是让隔壁明天去那个西门西来的城干这些可不多。城看没懂啊？城看了没？你别把学的嘛，我都没看不了下。我就这些没得，我也白素贞的，俺弄给他没，看弄给你，看没白，看弄给你们。你妈说的，你那他们出来了，给。俺没白，我给的就你们都捏把我都死掉了，好说呢。我也苏大，我也白素贞的是那苏大就特别爱去。他爸爸学没了，我觉得营商也没多啊。他说你考这句考真心话写的就说几多，那就用不了呗。妈的，你俺考嘛，但因为俺经历了很多，你没事那几天的那俺都两着车差不了家。来，那么多不都你都不都。我的10个真心话。不都，出都声音的这里，俺这长么车差不了，让什么打的？你看过里呢？我10个真心话可以打了吗？打的过，但是真心话没过，然后地图可以，我打的可，俺打的。真心话俺，我没得的菲菲。没想到嘛，觉得那个。俺去他们家看俺的几人的。然后。好不公平呀，菲菲，真的。然后打的过结巴了呢，你可能俺让都做等等是那面，打的过干吧？开始。人嘛的工作。我前面能现在的天数那么古董，俺这大家干没？这大家干啥了？俺真心话的打的可能俺站不着这些嘛，不可能，你想多了，想都没吧你？去了直播间的去了，好说俺。你直播间的俺老大的。来开始。美女声音好可爱噻，没有。来，俺在直播间呢，只要上墨迹热球的，我直接回关。俺给就我的人可能就跟他说我进。那个做这没了的，不打没了的，没让看见的了，关系没些惩罚啥他做个没让我做的，没让顾人家偏那做的顾不得了吧？顾不得他刚不的人家不吧？俺我做给不要种菜做，谢谢兄弟送的广豆不是气球。俺做的没让的，我做给不要做你们东西工作，就在那看就嘛这样，热度的那这嘎给切都没，俺特别就那俺没让顾不得当刚不得了，俺搞不起来有，他脾气大噻，ผม在那俺不过嘞。俺不没得硬的脸嘛，人那就做啊，别的不给啰嗦，没啰嗦不给你的这，顶上阿来别个那给吧都，可是阿家可是给吧嘛的嘛的，没给但是呢给不进嘛的，给但是多年是啷个给说，是人的，ผม说给差不多了，俺不过嘞，人嘛的，瞧了不？顶上阿来别个那给吧都那就做。em kia mà kia trong bao lâu vậy xin đi rồi mà xin đi rồi nó làm đồn đi rồi nó làm mà đồn đi kia là mẹ mà vậy chứ对吧？伊嘛就是哥只是个传说上的兄弟让金嘛的，然后提的让阿吉捏的的，然后阿吉给但是啷个给说给不得，然后伊嘛现在给了的，那就给过的。ผมsen给吧给呢？那我这个过的不打了，这张。
惩罚有没有真心话我不能报仇吗？我的娘不那得。报仇今天这我妈的给你。我要问你5个真心话啊！我真心话结婚了让真我呀，真心话俺妈送我俺等你多啊，大地苦的真心话俺没。我底下真心话5个决定可对了，大地苦给你看小学真心话。那今年再结局没不打了。那就不打了，真的不打了。真的不打了，我也不打了。但结的名那这些顾本我就顾不住了没，这没结，他不打了，我结不结？他可以了，兄弟们，但你谢谢你们。我呢？你睡觉了，兄弟们。啊，你谢谢在座所有人，感谢你们。啊，你来看今年人家年纪没昂当不下，俺拉不着不住，拉不住的手节，尤其是不碰那种，我不碰他的，给我妈的，我对吧？没事家里就没。